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拄则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每一摆我咧准备台语的讲道的时，这是我特别困难的所在，因为我台语不是真好。但是拄则我看到一个伊带台语的敬拜，搁有伫遮咧念圣经启应，我感觉即摆菩萨因甲我做伙，所以这嘛是因真无简单的代志，所以邀请大家会当互因一个鼓励者。伫我细汉时，我即辈的主日学生，拢会学着一首诗歌，叫做《耶稣介意世上囡仔》。简单的歌词，互唱的人会当知影耶稣的疼。每一个无共款族群的囡仔，拢是共款。几年了后，阁有另外一首儿童的诗歌写出来，叫做《天父的花园》。即摆作者除了写出天父疼咱以外，嘛写出这是安尼的疼，是啥物款的疼？歌词是安尼写的：小小花园里，有红橙黄蓝绿，每朵小花都美丽。微风轻飘逸，蓝天同欢喜，在天父的花园里。你我同是宝贝，在这花园里，园丁细心呵护，不让你伤心。原来天父对人的爱，就如同照顾花园的人在照顾花园内的花草同款，不管是倒一种的色彩，伊拢会细腻的照顾。拄则伫礼拜开始之前，毋知各位兄弟敢有摕到一张有师父的图，若是无摕到的，会使举手一下，咱亲的分享。若是无摕到，这师父的图的兄弟会当举手亲的分享。这毋是要互大家摕咱去做比较，这是等一个活动的演着。我邀请大家伫顶面会当写出你想要对青少年讲的话。你会使伫这图的顶面写出你想要对青少年讲的话，会使写鼓励的话，嘛会使写今仔日礼拜伊的讲道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感觉天父花园有偌大？伫内面有几种的花草？根据学者的统计，现场的食物大概有45万个物种，其中只有38万种的食物有互人类记录，也是号名。而且到即马，每一年阁有新的植物互发现。目前人类种上侪草木的所在伫英国。一个叫做秋园的所在，伫内面有载几座大型的温室，用全新的电脑系统控制温度、水汽、通风、光线，创造对干燥到冬热的10几个气候区，互无共款的食物会当成长。大概有5万种的食物种伫这个花园内底。这是有记录的1/7。我想，这应该是人类的一项真伟大的成就啊！照顾这的食物是非常无简单的代志。有咧栽种的人拢知影，无共款的草木生长有无共款的需要。有的介意无光线、搁重的所在，有的需要干搁热的所在，用适合伊本身的方式照顾。才会当种出因上水的模样。
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中，耶稣嘛是咧讲一个甲财政有关系的比喻。伫马太福音12章描述上耶稣甲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。伫伊甲为人医病赶鬼的时，法利赛人甲经校士伫边仔指责伊，用言语甲伊陷害。但是耶稣伊无咧惊，伊用智慧分别歹的控告。伫12章33节，耶稣讲：树若好，果子就好；树若歹，果子也歹。对果子会当看出树的好歹。财前的人生长的环境、营养的来源，深深影响着果子的好歹。人民必须要伫耶稣甲当时宗教领袖之间做出选择。这个选择上大的影响，在于决定家己是毋是甲天国有份，也决定家己以后会成做啥款的人。当耶稣对出来出去，看到愿意跟对伊的群众，我相信伊的心中应该感觉真感动，因为因选到一个无简单的路。所以耶稣用船做讲台，开始用比喻讲道理。当时犹太人建产有两种亚建的方式，一种是野的人一面行一面野，吹大风的时，剪纸有时阵会落落来路边；另外一种是将两块有装剪纸的大布地放伫炉仔顶，炉仔行到田里，拍开地下的开口，剪纸就会落出来。正常的人会趁钱的时阵，赶紧赶炉仔，炉仔行到倒位，剪纸也用到倒位。安尼亚剪的方式真轻松，也真紧，但是伊的缺点就是，炉仔咧行，伊的害的角度真大，容易将剪纸压到路边，也是石头顶。那伫路边的剪纸，鸟仔看到就会飞来，甲伊食掉。那伫石头地的剪纸，甲台伫土地的剪纸无同款，伊有长足的根线，所以发真紧。但是伊的根互石头挡掉咧，伊透出来无水分就孤单。那个刺皮剪纸，虽然是一个真安全的环境成长，但是刺皮生了真紧，会吸收土地养分，压抗剪纸。所以最后会洗袂出好的果子。所以只有咱伫好土的剪纸，才会当有正常的成长，不断结实，最后生出100倍、60倍、30倍的果实。这种剪纸就是咧指天国的道理，也就是福音。当时耶稣的听众，大部分人伊厝内底拢有田园，也是讲伊的厝外为着地主来种菜，所以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，对因来讲也是特别亲切。甲一般作物无共款的是，福音的种子是的确珍贵，也的确需要保护。栽种这种种子的所在。毋是真大、阁肥的土地，是伫一个人伊的心中。咱拢讲人生真复杂，其实伊只不过是因为伊真容易受到伤害。珍贵的种子压伫脆弱的土地，如果爱互伊顺利成长、阁结实，绝对毋是简单的代志。因为对亚健开始，这个种子所面对的是比世界灾害更较严格的考验。有时，咱会认为家己已经经历人生的丰富，有够样的智慧甲能力来面对生活中对信仰的挑战。但是真侪时阵，当挑战来到，才会发现讲，原来爱坚持家己的信仰是这么困难的代志。搁莫讲爱结实济。如果大人安尼，那咱的青少年伊的信仰
爱面对着什么款的挑战？天下杂志有统计，青少年的压力来源会当分几个面向。第一，课业的压力，真侪学校强调追求好的成绩是学习唯一的目的。有学校读，佫无够，读好的学校才是好的学生。伫外面爱甲人竞争，倒去厝里佫爱面对着亲人的期待。这互学习的压力大大增加，因为父母判断囡仔的学习状况上直接的方式，就是对成绩单顶面的数字。如果课业表现无好，父母佫无法度了解其中的问题，亲子的关系佫会成做一个新的压力。第二，人际关系的压力，囡仔到青春期，伊的身体开始产生变化。青少年会注意家己的外貌，甲别人对家己的看法。当伊开始时间咧整理家己的头毛，或是拒绝穿你买互伊的衫的时，这是真正常的。请拜直接甲伊讲，读册拢袂有啊，佮开时间创这有诶问题，因为对因来讲，这真正足重要，兼才是大人感觉无重要的代志。对家己的不满意，就会成做青少年的一种压力。朋友伫青少年心中的分量真重，因会对朋友也是同学之间来追求认同。有的大人会感觉足奇怪，我的建议是来自我的经验，敢会比伊的朋友更较差？这是事实，但是对青少年来讲，拄着困难的时，因爱的毋是一个正确答案，是会当做伙面对，甚至做伙对抗，追求答案的证据。所以如果伫学校、伫青少年生活环境中，伊无法度拍你去群体，这嘛会成做因的压力来源。第三，亲子关系的压力。青少年甲父母做伙时，感觉父母无了解家己，这是青少年感觉上无快乐主要的一个因素。因较无父母的关心，但是咱会当发现，加讲几句，就会互因感觉无受到尊重。伫这个时期，亲子之间的关系总会有一点仔紧张。这互拄则所讲的前两项的压力搁较大。讲到这，大家敢会感觉青少年实在是足歹处，但是坐伫遮各位长辈，咱嘛捌是少年人，所以咱爱互咱的青少年一寡鼓励。我嘛希望青少年当明白，真侪时阵冲突甲不满来自无好好对话，搁较麻烦的是错误的沟通。一个好的沟通是建立伫双方的同理甲互相体谅，因为咱毋知影彼此面对着是啥物款的压力。父母有父母伫工作、伫生活爱面对着压力，青少年嘛有伊伫课业、伫学校爱面对的压力。虽然社会一代咧变，但是咱会当发现，青少年爱面对的压力犹原和严重。如果伫耶稣的譬如中，也福音经济的人是上帝，那安尼，咱伫即个故事内底，佫是啥物款的角色？今仔日咱无要讨论上帝的作为，来想看卖，真侪人会当做啥物？我相信上帝也种，咱是负责照顾的园丁。如果将每一粒种子拢看做是真珍贵的福分，甚至是减一粒拢袂使。那安尼，我应该会特别买一个回弹仔，将伊种伫内底，亲自压水、拍日头，互伊有上好的保护。但是，虽然有安尼想法，事实上爱安尼做嘛是真困难，嘛是毋是上帝希望看到的。耶稣最后讲，只有咱伫好土内底的种子，才会正常成长，不断结实，最后生出百倍的果子。
人咧啥是好土咧？生日敢若来的食物，讲的是，互伊有安尼的环境，讲是好的。这因为伊是要法度生出遮尔济的果子，看到伊一工一工咧大汉，敢若会当不断换搁较大的盆栽，最后将伊种入去土内底，互伊甲其他的树做伙伫大自然中成长。每一摆风雨，拢会当互食物会根搁较深，会定根伫即个土地。每一摆大日头，拢互伊会当知影安怎保护伊家己。这才是培养一丛健康的食物上好的方法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每一位青年心，就咱亲像一块田。每一位无同款的人，伊的成长环境、人生的经验，拢互因的种子会当伫因的心中，会当成做逐种无同款的食物。一个好的园丁，毋是用逐种无同款的方法来限制食物的成长，是为伊备办好的成长环境。野种的时，有落伫路边的，咱就将遮个种子一粒一粒捡转来，重新野入去田里。会落伫石头地，咱就将石头挖起来，将即个田甲伊挖互松。若是有刺皮，也是其他的杂草，咱就将伊拔起来，加入天然的肥料。伫教会艺术中，互我特别有感动的是小儿洗礼。父母带孩仔来到台前，牧师总会邀请各位会众起立。这是除了爱见证上帝祝福，也是伫上帝面前来宣告，对打以后会做伙关心、照顾这位孩仔。只是伊毋单单是父母的囝，嘛是教会的囝。这是全教会心思意念上合一的时阵。真做父母是一种稳定，也是一种责任。这个责任是互父母的，因为上帝将囡仔甲父母双方放伫彼此生命中上重要的位置。父母会当互囡仔了解，追求信仰的意义是生命的一部分，邀请伊做伙来憔悴。有一句话，互我特别互我感觉真有意思，就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，你的囡仔不是你的囡仔。这是出自一部电视剧的名。这听起来咱亲像真残忍，但是这不是咧讲叫大家爱放手不管，也是讲会失去所疼的囡仔。对基督徒来讲，这会当是一个奉献。甲交托，以前父母甲囝的关系是顶面甲下骹的关系，是上对下的关系。当咱决定将囡仔交付天父的手中的时，这代表是互伊成做你的兄弟姊妹，是同款追求信仰的兄弟姊妹。因为咱拢讲，每一个人拢是天父的囝儿，毋是吗？这是一个平等的关系。差别就在于信仰程度会无同款。伫平等的关系中，有能力的人，伊的责任毋是控制，嘛毋是信仰顶面的强迫，是爱负责任创造出适合福音种子成长的环境，互教会这个所在成做一个有无同款花草天父的花园。青少年信仰拄着挑战，是信仰成长。必须要经过过程，也是福音种子定根重要的时机。若是无安尼的挑战，这学习过程就无法度完全停留伫追求金钱、成就别人的认同顶面。所以，莫过度的保护，也莫过度的欢乐。青少年的信仰需要超越一切想象的空间。真侪时阵，对教会、对会、对社会的反抗，
来自伊对家己信仰的反省，对家己的无奈，对家己的有限感觉生气，甚至伊是咧质疑伊家己。今仔日是青年主日，我想要邀请大家会当互咱的囡仔来教会聚会，来参加团契，来做伙活动。我嘛请各位青少年，带你的朋友来到教会。这毋是为着要找一份一边以后会当伫教会服侍，嘛毋是要创造一个宗教的意言堂。咱爱做，只不过是伫青少年甲上帝之间起一座桥，互因知影行过去是好的，互啥个人家己行过去。若是安尼，如果伊无愿意行，要安怎？咱就牵起伊的手，甲因做伙向上帝来行。如果咱愿意接纳每一位青少年心中信仰的种子，咱就爱将咱教会诚做一个有机的菜园。这是莫石头，也莫欺骗，莫农药，也莫有强迫成长的药啊！只有听就有靠。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宗教教育，其中一个伟大的目标，就是互青少年知影，咱希望人真理伫信仰的道路顶面，会当放心来追求属于伊家己的信仰。当囡仔成长到一个阶段以后，因会去挑找我靠家己认同的对象，这个对象有可能是会当做伙欢喜的同学，也有可能是会当讲心内话的长辈，甚至是会当甲因讲，会当勇敢做家己的歌手，也是讲是会当为因读册的日子带来一寡趣味的 YouTuber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佮安怎珍惜保护的照顾，囡仔最后嘛是会行伊家己的道路。掠条控制，互因反抗倒拼，不如引带因自信伫一个更较悬、袂错误的价值观顶面，就是咱的信仰。为着囡仔所做一切，伊背后爱有一个目的，这个目的毋是咧培养一个成功的人，毋是培养一个互家己袂烦恼的人，是爱陪伴因行往上帝伫生命中的呼召。因为咱拢是为着这个目的出生，我们都是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而生。